跟咱的陈主任哈，以及咱所有的我最敬爱的党员先进，大家老大，大家好。哦。我延续着咱蔡友辉蔡议员讲的话哈，伊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汉。我会记我阵仔参加初选的时阵，伊有甲我讲过，那咱国民党确定提名的人选，他不会对。不过上重要的是，咱希望讲把这饼做大，所以大家相信，咱蔡议辉蔡议员有讲到，7月15号之后，那要是整合不成功，咱就是蔡议辉蔡议员来支持咱的高委员，那。蔡议辉蔡议员，咱所有国民党籍的10几个议员，其实我那种有一一的征询因的意见。国民党目前就讲一句话：团结。头阵啊，我会甲大家握手的时阵，有个人讲，恁来喊有风度，我讲这毋是风度，这是为着咱国民党，因为目前无分裂的本钱，咱就甲团结。我会记高士博高市长伊若有讲过。目前是咱20几年来台南市唯一上好的机会，所以咱一定得抓住这样子的一个好机会。今仔苏焕智已经要办参选记者会，伊一定会宣到底。所以目前总共有6个候选人要选，安尼的情况。一定咱国民党全部大团结，或者在整合头先蔡议辉蔡议员讲的在野的力量，安尼基本上咱国民党一定能够蓝天再现，然后呢，咱一定会再拿回执政权。拿回执政权是要做管理，是要来为咱的市民做服务。我会记高士博高市长以及伊的文宣代表，伊有讲过。伊要来对军公教警消讨尊严，伊要来恢复退休金的相关的迄个制度。同时，伊若会甲咱的房屋税足不合理的部分，迄个行政院长赖清德，伊甲咱的台南市的房屋税连续涨3年，起到120%。大家收到房管税，大家总有看到；大家收到咱的地价税，大家哪有看到？大家总叫苦连天，所以那师伯做市长，伊一定会甲咱的房屋税来动涨，所以伊的迄个文宣底下讲，台南起义，咱明天会更好。民进党不倒，咱台湾袂较好。已经20几年的台南和民进党执政，都哀声。昨我去迄个台湾银行去刷存折的时阵。是7月1号，我去要刷存折的时阵，结果我甲想刷存折，当中在排队。我问讲，我来排队来刷存折，伊讲吼，要来看讲到底是减偌济钱。头转咱的检国胜检常委一边仔甲我讲，伊昨昏就是去刷存折，刷了少了1万多块。这代表安怎？代表我们所有的军公教警消，从7月1号开始。消费能力总会给他保守，也代表着影响到的是各行各业会更加的一个萧条。为着咱台南，为着咱台南人民的福利，那为着咱台湾，特别拜托咱所有的乡亲共同来支持师伯，共同来支持咱的蔡议辉，跟咱的迄个张世贤议员，以及咱国民党的里长候选人。咱希望讲，今年底咱会使蓝天再现，和咱的国民党能够再重返执政，为着咱台湾共同来做更好的建设，一起来拼经济，好不好？好，特别拜托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各位咱乡亲，我想咱今仔日有看到真好的一个场面。咱咧讲，咱啊嫁娶拢讲出发嘛，双双对对，咱就万年富贵。来，咱邀请咱诸位以及咱的议员，各位讲坦白咧，新营区咱大新营，若无这做咱的前锋，咱的议员咧做前锋，我相信咱相当歹势，来，大家拢收下。因为咱大新营
咱有2位真优秀的议员咧替咱拍拼。拄啊，亲像咱黄校长咧讲的，就因为有这2个议员真关心咱地方，因为这届咱上好的机会已经来了，但首先团结，您讲对唔对？是。啊，有法度团结无？爱靠咱大家来共同奋斗，所以咱再一次来感谢咱黄校长这届表现着民主的风度，咱再甲黄校长热烈的拍声鼓励一下。各位，咱即马要展现咱的团结，在咱市里要讲的进前，咱大家来团结一下，国民党，国民党，国民党，高士博动顺，高士博动顺，高士博动顺，师伯，朱大尧，市长要下届关是要有前锋官，来，咱啊2位优秀的议员，有一个蔡玉辉，蔡玉辉，蔡玉辉，岳飞。啊，歹势，因咱拄啊张议员咧看现场，伊也真骨力，咱嘛下个鼓励，咱做伊的后盾。来，张思贤，张思贤，世贤，啊，一只再是数，咱用热烈拍声来，未来咱台南市要替咱国民党市长候选人。高师傅，大家拍声鼓励一下。在场咱黄校长，咱蔡玉辉蔡议员，咱在场有严东义严主委，搁有咱这个蔡崇明蔡主委，有咱谢董事长，啊哥咱这个。